大家都可能玩過呢一種簡單嘅剪紙遊戲，喺紙上面畫半棵聖誕樹，剪去唔需要嘅，將紙攤開就一棵完整嘅聖誕樹。呢張紙上邊有4個選擇，如果將1cm 剪開，出現嘅長方形就會係2cm 闊，最闊嘅當然係4cm，攤開就會係8cm 啦。大家估下一陣間魔術師會剪開邊一格，而個長方形會係幾多 cm 闊呢？嗱，俾5個選擇你 ：A 係1個 cm，B 2個 cm，C 4cm，D 6cm，而 E 咧就係8cm。咁剪紙同聖經魔術又有咩關係呢？假如我哋視呢個長方形係一道門，聖經裏面提及闊門和窄門，喺馬太福音7章13至14節，耶穌作咗一個簡單嘅比喻，以下係經文嘅內容：你們要進窄門，因為引致滅亡那門是寬闊的，路是大的，進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闊門與寬闊道路，呢個係象徵容易隨眾嘅道路，人們可以輕鬆咁通過，唔需要太多嘅努力或者犧牲。呢條路代表追隨世俗嘅慾望、罪惡同埋流行趨勢，好多人會選擇佢，因為佢睇起嚟係舒適而且無拘無束。窄門與小路，呢個係象徵艱難、需要自律嘅道路，門窄到只能一個人通過，路小到需要專注前行。呢條路代表順服上帝嘅旨意，悔改信主，過聖潔嘅生活。選擇佢嘅人較少，因為佢涉及犧牲、試煉同埋堅持信仰。好啦，魔術師開始表演啦噃，請立刻選擇 A 至到 E 其中一個答案呢，睇你估唔估中？咦，魔術師係咪剪緊一道闊門呢？但係上帝希望我哋行窄門喎。答案係 A 1cm 嘅窄門。點做嘅呢？